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佮加强对加沙的攻击，造成至少64个人死亡，其中有41个人伫加沙市轰炸死。有真侪巴勒斯坦人是往那边去逃难。以下战争正面2冬咯，巴勒斯坦嘛已经有超过65000个人死亡。后边是表示讲，准备要对以色列来提出制裁。 以色列的战机甲炮弹继续轰炸加沙市4月拢庆烟。联合国警告，这是战争发生以来上猛烈的轰炸之一。加沙卫生部统计，至少64个人死亡，大部分拢是妇人人甲囡仔。死去亲人的巴勒斯坦民众讲，唔知倒位才是安全。وين اروح مش طالع وين اطلع؟ ما في وين نروح؟ لا في مكان ولا في شيء احنا قاعدين. بدنا نموت ونموت هنا. حط طريقنا الناس. فتحوا لك طريق واد غزه. 以色列军方空投传单，叫民众向加沙走廊南边线，并且限时48点钟久。这马开放萨拉赫定路、加沙沿海道路几路万的民众，扫到房仔车、骑奥多麦或者是行路的，照着所谓机会向南边行，规个排了几多公里。有民众讲死亡无可怕，不过囡仔的哭声互人心碎。 والله هي شغله بشغله خوف انا خايف على صغاري بس. وانا ولا بخاف من الجيش ولا بخاف من حدا. الموت مو موت واحد لكن الصغار صرعوني وهم يصرخوا. والله احنا تعودنا على صوت القصف على صوت الطخ صوت الرصاص تعودنا. الاشي صار عادي وقلب من عادي بس الصغار صرعوني. مش هين علي اشوفهم قدامي مقطعين. 联合国批评这是强制流亡，而且南部难民营遭到人伤多，欠水欠食的。以色列讲，这边的行动是要消灭哈马斯，并且释放犹原被扣下的人质。自2023年10月战争发生到今，已经有超过6500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大会后礼拜要举行国防会，重点是加沙甲乌克兰这卖战术。大会主席讲，拍袂停的战争、占领抑个恐怖行动，无法度解决问题。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at both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can live in lasting peace, security and dignity is the two-state solution. 国际压力愈来愈大，后边的外长会议表示，正伫咧研究对以色列启动制裁机制，可能包括冻结军售抑个合作项目。分析认为，这是后边第一遍针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所提出的具体惩罚措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